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0月14，诗篇119篇49节安尼讲：求你会记你对你仆人的应允，因为你予我有盼望。三甲来祈祷，予阮有盼望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用你的手创造阮、捏造阮，使阮智慧通合适你的诫命的上帝。你是将属天的福分甲产业赏赐予阮的天父。主啊，我要专心来找求你，仰望你的话，因为阮知你的判断公正，就照你的信息管教阮。愿你的慈悲临到伫阮，予阮通活，因为你的名是阮所喜爱的。主啊，愿敬畏你的，遵行你的命令甲教示的，拢通得到主你的欢喜甲接纳。主啊，伫患难的日，求你会记你对你仆人的应允，因为你予阮有盼望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是创造咱、捏造咱的天父，伊也要将所有属天的福分甲产业来赏赐予咱。伊也会记得伊对咱的应允，予咱通有盼望。愿主帮助咱，予咱每一天以爱来亲近伊，予伊来管理咱每一天的生命。耶稣听你，属你。